又翻嚟講哪吒，唔係啊嘛？當然唔係咁簡單啦。上次仲有少少荷里活大崩壞未講完，我梗係會講埋落去啦。大家知道香港打工仔嗰個餅，即個份額有幾大啫？一定唔夠爭㗎。執笠潮仍然係未停過嘅。我反而會關注而家啲失業率有幾高，而且近10年到而家，不停有內地嘅學生嚟香港讀書。畢業之後亦都想喺香港揾工作。嗱，講真，佢哋嘅能力呢，絕對唔比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差㗎。而且因為佢哋喺內地出世啊，佢哋接受嗰個工資要求呢，以一個畢業生為例呢，佢哋係唔介意收得低少少嘅。你話一個啱啱畢業嘅香港本土學生，可能佢哋要求嘅工時起碼要80蚊，甚至乎100蚊一個鐘起嘅。而內地嘅畢業生呢，佢哋要求就未必有咁高嘅。佢哋想喺香港攞多啲經驗先啦，可能60-70蚊個鐘都 OK 嘅。對於呢一班人呢，我見得最多佢哋面對嘅問題呢，就係佢哋啲廣東話講得唔好，比較難融入香港呢個環境。而且香港人都仲係有少少對內地人唔係太友善嘅，相信大家都好理解啊。嗱，我冇興趣去幫邊啲人講好說話，因為我覺得即係舉個例，譬如你細細個俾個黑人欺負過。咁隔咗好多年啦，你長大咗啦，可能你對黑人都仲係好有戒心噶嘛。咁所以我就唔會話，喂，其實黑人都唔係個個咁衰嘅咁樣，冇必要啊，你咪憎佢咯 ，OK 噶。嗱，而家哪吒2呢就去到全球票房嘅第5名啦，追貼緊呢個鐵達尼號，超過佢機會都大嘅，但係要超越埋阿凡達第2集去到第3名呢就有難度啦。我認為，嗱，我覺得要超越鐵達尼去到第4名呢，呢個係有一個特別嘅意義嘅。點解呢？嗱，大家仲記唔記得鐵達尼號喺內地上畫，佢叫做咩啊？泰坦尼克號啊！以前喺內地嗰啲戲院呢，就叫做放映廳啦。咁當然冇而家啲戲院咁先進咁多啦。鐵達尼號係幫助內地高速發展影院呢，係一部非常重要嘅電影嚟嘅。互聯網未普及嘅時候，個個都係睇老番噶啦。到啲人上網睇戲啦，嗰陣時都唔覺得戲院係行得通噶，5蚊6蚊人民幣有隻老番啦，上網睇又唔使錢添，要普羅大眾俾幾十蚊入場睇戲，咁啲人願唔願意啊？點會入戲院浪費時間啫？但係點估得到，而家內地依然有老番嘅，我知道，但係入戲院睇戲呢一種成熟嘅程度呢，所有電影喺內地上畫嘅，即係包括西片、中文片，所有電影，總之上到畫嘅。平均近10年，佢嘅入場人數加埋票房收益，已經係名列世界頭3甲之內啦。以前係老番帝國嚟噶嘛，你點諗到今日可以創造到呢個票房啊？嗱，我記得第一部冇老番碟出現嘅內地製作嘅中文電影呢，就應該係《英雄》呢部戲嘅，因為國家唔准佢有老番啊，就真係冇出現過。當時嘅政策相信係好重點想推介呢一部戲出去嘅。部戲出嚟嘅成績就一般般啦。嗰陣時我就諗啦，國家唔批准佢有老番出現，咁係咪即係其他有老番嘅電影佢就默許呢？事實係啊，即係唔可以話佢准許你咁做，只係我唔監管你啫。咁你話中國咁大咁多人點管啊？英雄可能要用咗好多人力物力先至冇老番出現啊嘛。到咗20幾年後嘅今日，大家終於等到一部做到雅俗共賞嘅商業電影《哪吒2》。雖然好多國家都冇上畫，喂，但係做到呢個票房，即係我覺得好多嘢學啊！唔單止嗰個戲嘅質素，係成個中國電影個發展。你由鐵達尼、變形金剛一路好多進口片，加上每年都有1至2部幾成功嘅中文電影，政策又不斷開放又不斷修正，有咁多好嘅戲，咁啊觀眾越嚟越中意入戲院啦。即係最犀利嗰一年試過平均每日係有 1.5 塊銀幕出現啊！內地嘅戲院咪不停咁湧現咯。嗱，戲院啊唔能夠亂開嘅，即係要睇翻當地人嗰個消費能力啊，有幾多人口啊，交通啊，嗰度地區嗰個銀行有冇錢啊，有好多呢啲數據加埋，攞埋政府批文，咁你先可以開戲院噶嘛。嗱，我唔解釋太多內地戲院嘅發展啦，唔係個個有興趣聽啊嘛。但係有時我見到喺香港，哪吒2部戲其實真係唔錯嘅，好多香港人呢
未睇過已經秒晒嘴啦。喺社交平台不斷見到佢嘅讚賞同埋評論啦，好多人都嗤之以鼻嘅，即係我當然明點解啦。但係我一睇戲就係睇嗰部戲咯，即係佢背後係咩背景，我暫時要放低啲私人感情先咯。普遍討厭或者唔欣賞呢部戲嘅人呢，就會覺得因為太多中國人讚佢啊，然後喺網上邊又耀武揚威啊，覺得中國人好威水啊，咁查實關你咩事啫？人哋部戲拍得好，有好高嘅票房啊，你就覺得好有自豪感啊。舉個例就好似你捧你心目中好中意嗰隊足球隊利物浦，佢每次有比賽你都好投入咁去支持佢一樣，佢贏波你固然興奮啦，佢輸波咁你咪死人撚扭咁周圍鬧人咯。嗱，我覺得有少少虛榮又冇乜所謂嘅，即係哪吒二而家去到世界票房第5名啦，刷下存在感自豪感冇事啊，我見到我都係得啖笑嘅啫。咁票房好人哋贏咗都唔關你事噶。但係呢種興奮過度不停去撩事鬥非呢樣嘢真係有啲犯眾憎咯。嗱，我認識嘅內地朋友呢，冇人會咁樣咯，最多都係介紹我睇哪吒二，話俾我知好睇。我見到有啲人評論就係因為中國人嘅劣根性，佢哋天生就自卑，所以而家哪吒二成功呢，佢哋就巴之閉啦。係有，絕對相信有呢啲咁嘅人存在啦，但係唔係個個都係咁嘅。嗱，香港人咁討厭呢種咁樣嘅愛國情緒啊，其實愛國唔係主題嚟嘅，唔係個重點嚟嘅，係嗰個人本身喐啲就有情緒。即係如果我識個人，佢開口埋口就講佢自己屋企嗰個宗教，咁你唔影響到我呢，就當然河水不犯井水啦，我唔會理你啦。但係如果你搞到我嘅話呢，即係我都冇辦法唔討厭你。再加上如果我本身就對你個宗教冇乜好感嘅，然後我就要焗住日日聽嘅話呢，我走唔到，我咪要諗辦法同你並存咯。但係其實呢，我認識嘅內地人呢，係佢哋都知道內地嗰種過分激烈嘅情緒呢係唔要得啊。調翻轉，可能佢哋覺得哇，香港人使唔使咁敏感啊？使唔使咁憎恨我哋啊？事實又係嘅，即係某啲香港人如果佢繼續好憎恨內地嘅人啊，佢哋嗰啲民族情緒嘅話呢，即係你又變咗個 haters 嘅啫。咁你又有問題，咁啊其實最後大家都有問題咯。不過我深信一樣嘢呢，就係呢一種大家互相仇視，大家好多情緒累積落嚟，好多衝突啦，我係覺得可以化解嘅。即係我以戲論戲啊，哪吒一個中國經典神話故事，佢能夠轉化咗成一種卡通嘅模式出嚟，套戲裏邊冇咩愛國情懷嘅嘢存在嘅，甚至乎因為佢而家咁紅啊，有好多家長係反佢呢套戲嘅，就覺得唔應該帶啲小朋友去睇啊，學壞晒啊咁樣。咁中國電影可以喺海外咁好嘅成績，刷下自豪感，有乜所謂啫？即係我哋香港人啊，去到外國同個鬼佬講周星馳，我哋都會好興奮噶嘛。我哋呢一輩年輕人啊，即係由70後開始一路數到去90後啦吓，真係橫跨30年啊！我哋其實個血裏邊呢，都有一個周星馳喺裏邊噶，即係人人心目中都有個周星馳嘅。其實你諗下佢嘅影響力幾大啊！而當你去到外地，一個你完全陌生嘅人，偶然下俾你識到當地嘅人，點知原來佢都認識你嘅文化，喂，大家有共鳴啊，幾興奮啊！你就可以同一個陌生人可以傾成晚噶啦。但係萬一如果即係嗰個香港人個人品係差嘅，舉例啦，佢不斷喺度讚周星馳，然後咧就踩你哋荷里活嗰個Jim Carrey 嗰啲戲啊渣啦，邊度及得上我哋周星馳啊？然後係咁攻擊對方，咁呢個就係嗰個人嘅人品問題啊嘛。然而可能就會影響到人哋，會覺得你哇，你啲香港人好巴閉咩？家陣周星馳係你老豆啊？慢慢又變成互相攻擊，明明可以高談闊論，大家講下電影嘅，最後都係鬧交收場。嗱，但係我之前都講啊，即係如果本身你係有一種有色眼鏡嘅，你唔需要除落嚟啊，即係你咪繼續咯，你咪繼續討佢厭咯，你可以繼續憎恨佢，因為佢搞到你啊嘛，你認為冇問題嘅。但係有時易地而處諗下，如果你調翻轉喺嗰個環境長大，唔係佢搞你噶嘛，佢背後個政府個政權搞你啫嘛。而生長喺內地嘅佢呢，咁其實你係咪都可以放低一個戒心呢？因為有時我聽到一啲評論呢，我覺得幾荒謬嘅。
佢哋講到中國嘅文化唔值得學習，呢種中國人嘅劣根性咁樣，呢個唔係中國人特有噶，全世界都有劣根性噶，大佬咩民族都有噶，即係睇你點睇嘅。你香港人嘅劣根性係乜嘢？你自己香港人都未必知。仲有好多人覺得西方嗰種自由啊，佢哋嘅價值觀啊，一定比我哋好嘅，全世界都俾佢影響到嘅。點解我哋唔好好地向佢學習？喂，美國係咪真係咁好啊？我而家先講緊呢個荷里活大陰謀。我覺得成日讚美國嗰啲人都唔知道，其實西方國家真實係咩一回事啊！你睇下而家美國啲治安係點樣嘅？好多移民咗過去嘅人呢，基本上佢哋翻屋企呢係唔可以一個人自己行翻屋企嘅。咁你平時都揸車嘅，當然你係會直接揸車翻屋企啦。但係如果要行路或者搭地鐵嗰啲呢，即係相信就幾危險下咯。尤其是啲即係冇乜人行嗰啲橫街窄巷呢，所以隨時俾人搶你嘢啊！因為你已經相信咗傳媒話俾你知啊，西方嘅價值觀係幾咁高尚。而中國人喺呢個時代長大嗰啲呢，就一定唔及得上人哋外國嗰啲咁好噶啦。係咪真係咁呢？你認識過幾多美國人？嗱，如果你同美國人做過生意呢，你就知道佢有幾衰啦。做 trading 啊或者做貿易嘅人都知啊，做生意最好嗰啲呢，就係日本人，比較有原則守承諾。嗱，呢個我純粹個人睇法嚟嘅啫。美國人呢，個個都好高傲嘅。即係佢要求你做一樣嘢，你做到俾我睇先啦。你要我落訂先，唔得，你做到俾我睇先啦。自己係高高在上嘅，應承你好啊，你做到出嚟我就落訂俾你，到最後都會反口嘅。呢啲都係我嘅經驗啦，我唔能夠話一竹篙打晒一船人嘅。但係講做生意嚟講，我會信日本人多啲咯。嗱，中港矛盾呢，到而家當然仍然存在啦。有時睇到一啲好似唔係好公平嘅待遇，即係好似我哋好多嘢係偏幫緊內地嘅。譬如哪吒2喺香港上畫，一日就通過電檢啦，史無前例嘅喎呢樣嘢，咁啱唔啱數先？咁當然好多人都唔在意啦，因為你侵犯唔到我利益啊嘛。但係有時有啲嘢係會侵犯到公眾利益噶嘛。嗱，我扯開少少話題先，呢種優待禮遇就好似車牌 CA， 即係香港人話 ZA 嘅車牌。喂，而家大家揸車見到呢啲車牌都要小心啲啦，係嘛？喂，佢哋可以橫衝直撞都得噶，有交通意外或者撞到人唔使負責噶，佢哋香港係冇得起訴佢哋噶。咁香港啲規矩要嚟做乜啊？嗱，一係咁啊，你以後真係電檢嗰個制度，你全部簡化，所有港產片全部都係一日通過，咁啊好啊，係咪？大家開心啊！規矩唔係我定嘅，你可以做啲咩呢？你咪要適應佢咯，你要同佢並存噶嘛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化解自己嘅仇恨咯。減少自己啲戾氣啦，即係我唔係話我自己企喺邊一邊啊，淨係偏向幫邊個，我係想幫大家，因為我覺得香港內地關係咁密切，可以話係唇齒相依啊。累積咗咁多年嚟，有咁多矛盾咧，大家係將佢不斷加劇嘅。至少我希望大家係明白事理嘅，係可以化解或者減少一啲無謂嘅爭拗噶嘛。好啦，講埋下一 part 最後要講嘅嘢先。嗱，我想引用 Donald Trump 曾經講過一句說話。就係話，其實呢個現實嘅世界並唔係你所咁諗咯。你哋由細到大認識個世界，並唔係真係咁樣嘅世界咯。喂，你又話唔好認同西方嘅價值觀，咁你又信 Donald Trump？ 喺道德層面上啫，我係純粹睇嗰個人做啲嘢啱唔啱啊嘛，唔係要將人哋嘅民族變成敵我矛盾啊嘛。但係我淨係睇某一個地方佢做緊啲乜嘢，佢有幾壞。佢有幾衰就咁解嘅啫。嗱，如果你聽到嚟呢度呢，咁你可能會 challenge 咗，咁唔通你又好清楚個世界係點？唔好意思，我都唔係好清楚嘅咋，所以我係希望可以同大家不停探討，其實個真實世界係點啦。就等於疫情前嗰幾年啦，不如我話10年前啦，我一直相信可能係一啲即係做嘢都唔錯、人品都唔錯嘅人，喂，估唔到原來佢哋係咁恐怖噶喎。估唔到佢哋係食人肉噶噃，估唔到有啲咁嘅事發生噶喎，唔係淨係西方啊，其實全世界都有啊，包括我而家住緊呢個地方都有噶喎。而家我講緊荷里活大崩壞呢，其實就唔係淨係荷里活咯。而家網上啲 KOL 呢，即係可能佢哋接收嗰啲信息啊，
都係好單一嘅啫，或者佢哋自細到大吸收嘅信息，以為個世界係咁樣樣。尤其是劉定堅嗰啲咧，即係亂咁噏嘅，佢係完全唔識嘅，對政治係一竅不通嘅，佢簡直係為咗個流量，佢係亂噏廿四嘅。咁亦都唔單止佢一個係咁講啦，好多人都係亂噏。嗱，好多普羅大眾都覺得，喂 Donald Trump，你而家係咪搞亂檔啊？想搞垮世界經濟咁好似嚇，而家阿 Elon Musk 做乜要同佢同埋一伙咁樣啊？抵佢死啦，俾人燒晒啲車咁樣。喂，而家佢啲 Tesla 擺喺街度咧，成日俾人燒，可能大家喺網上面都見到啲咁嘅片啦，係咪？而 Elon Musk 亦都有喺一啲網絡平台嘅訪問裏邊，亦都解釋過，自從佢加入咗 Donald Trump 政府之後咧，民主黨嘅人就開始做嘢啦，開始不斷咁攻擊佢嘅公司，燒佢啲車，執低佢嘅股價。嗱，呢個係 Elon Musk 佢自己親口講㗎噃。而 Donald Trump 亦都啱啱公布甘迺迪遇刺案嘅真相，聽聞有8萬幾頁紙啊，一日係公開唔晒嘅，我就及到實嘅。何況而家 Elon Musk 都承認㗎啦，佢隨時都有俾人暗殺嘅危機嘅。大家睇到美國民主黨佢哋嘅手段同黑社會有乜分別啫？嗱，我而家由荷里活電影開始講起先啦，話唔定將來真係可以同大家一齊探討下揭秘一啲西方嘅秘密啦。咁大家記得留言、點讚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啊，因為有你哋嘅支持呢，我先有動力講落去啊嘛。嗱，呢一個就係愛潑斯坦嘅部分名單啦，一定係未齊全噶啦，點知咁少人啊？嗱，網上面有大量嘅相關資料嘅，但係呢個名單呢，佢嘅真實性呢一直都被質疑嘅。仲有幾多名人未登出嚟呢？或者有啲人係冇份嘅，執佢食死貓嘅呢？相信特朗普將會公布一個最詳盡嘅愛潑斯坦嘅名單，裏面涉及好多嘅荷里活明星，亦都係因為我睇過一個早期嘅名單呢，之後呢，其實我已經係逐漸去少睇啲西片啊，因為唔想再睇一班咁樣人面獸心嘅人去做戲，或者到時你知道嘅真相都會同我一樣。唔想再睇西片，包括佢哋以前做過嘅戲都唔想再睇啊！如果大家冇睇我荷里活大崩壞嘅第一集，可以睇翻我呢條片。OK，今集講住咁多先，下次見，拜拜。